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essica 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A 普通话课堂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重阳节的由来。每年农历初9是重阳节，为什么叫重阳节呢？这和我们古人的智慧有关。古人认为9是阳数，那么月份和日期都是9，即9月初9是2个阳数重叠，所以就叫重阳，是不是很酷呢？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更有诗歌《9月9日忆山东兄弟》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是否受益良多呢？欢迎大家来预約 YOA 的試聽課，期待和大家見面喲。拜。YOA 嘅英文、葡文、普通話而家仲新加咗西班牙文，都有免費試堂，快啲嚟領取啦！